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两天，你除了关心着地动以外，你敢有注意到台电的问题？停电，大家是哀哀叫；电厂要起，大家是嫌甲无一个好。佮讲台电是无认真咧葫芦嗦。那么反对政党讲政策是错误，敢是遮简单一句话无通含糊呢？今仔日好好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电工会秘书长萧宪忠，大家好。第二位中央大学管理讲座教授牛启元，大家好。第三位，咱台湾再生联盟推动联盟理事长林木兴。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晚安。那么第四位，清大工程与系统科学系教授叶宗光。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对总经理要辞职，结果无走这件代志来看起。那么20号，因为台电总经理王耀庭20号雄雄宣布要辞职。但是22号台电召开着记者会，伊表示会辞职是因为唔甘当人和外界一直骂讨厌台电变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最后是台电工会呼吁伊就要留落来，伊才会决定继续来留任。王耀庭嘛强调，无论是啥人来做，拢无法度避免着停电的问题。话才讲煞。22号的下晡，桃园阁停电。桃园的小林国游乐园离中道雄雄失电，为娱乐设施设的长站，加在园区发电机设施，游客则无受影响。我出来看是都停掉了，很怕就是摩天轮会有没有人。不过我们过去看是都没有。虽然台电赶紧伫7分钟内恢复用电，不过最近桃园直直失电已经造成民众的困扰。回顾这几天，20对新路991号失电，18号3件失电，上长日失电7点钟，17伫平镇嘛有3000外户失电，16伫中立甲鼓山又阁失电，计共有1万户以上失电。直直失电，互台电变作臭头鸟鼠。台电总经理王耀庭伫25号有竟提出辞职书，很难过。提出辞职书了后第3天，台电总经理王耀庭开记者会。伊后天讲会离开是无忍心看到台电的同事和外界黑白骂，才立志来保卫同事。面对行政院长等各界慰留，王耀庭讲伊会留来负责。如果你这时候离开，不但曲解不会停止，恶意的揣测还会更多。我在这边，我还是留下来跟同仁一起奋斗打拼。王耀庭讲，伊讨厌台电去用当作政治工具，嘛提出数据显示。台电最近10年已经甲失电的次数减7成。伊讲失电哪车失的，不管上海赛拢同款。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坐这个位置，坐在电力公司的任何这个位置，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必然发生。就像你开车，可以保证这台车在路上走不会停电吗？不会抛锚吗？针对水源台电4个机组同时阵出问题，台电最后启用数量反应措施。一度电上悬是12块，向企业买电。王耀庭讲，迄天拢总开2450万买电，伊讲平均一度是5块1。行政院长顶各界嘛希望王耀庭会当留落来。我希望他能够任怨任劳继续为台电为台湾的电力的供应来努力。我也请这个经济部呢务必要大力的来慰留。最近台湾直直失电，台电总经理王耀庭澄清，辞职和经济部长也是处长拢无关系。对着外口的口水，伊无惊，继续会和同事做伙拍拼。也若是未来要留落来，还是要离开，会留新内阁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他看到台电的总经理讲，任何人坐这位置，伊也无法度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现场除了工会秘书长，其他3位咱小等好来讲，但是先来看，这个大规模的停电小规模我就无甲讲啊2017年的8月15因为这天然气这烧气的因为换卡片不动。导致着大潭6机组啦跳停，5
592万户。我头前都卖看吼，那2021年的5月13 462万户，2021的5月17，吼，这些过4天，兴达地厂100万户，2022 3月3號549萬戶，2024 4月16，哦3萬外戶，啊3萬戶就掉到安尼呢？進前大家都掉啊，哦啊，但是我趣味吼，我無應該講趣味，就是講哪會安尼才巧合着？桃園7天連續續10件停電的事故。比如說，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昨下咱電話講起來安尼，講咱台電是足悲情的呢。你聽，你講個觀眾朋友來聽。其實若要講吼，每一擺停電有大概攏有伊個原因啦，吼，因為無可能講我咧做生意，超工無愛來賣電，吼，絕對是有發生啥物款的事故，啊，才會來停電。啊，像你講小人國迄種吼，伊是因為拄啊互包商在掛樹啊。啊來落的時候帶着線，妨害着伊的瞬間的這個跳電。哦，啊，這種這算在恁的身上。係啊，啊，但係像進前有當時啊，吼，鳥仔做收，阮也去講，有個人無啥要相信，實際上會使去問迄附近的百姓，吼，確實是鳥仔做迄收，而且迄收佫足大粒，吼，毋是剩一粒剩籃球，有可能一卡剩糞掃桶。哦，遐大哦，啊，有當時啊，如講像咧動物走價，伊講無可能，啊，阮有看，啊，確實就是，嘛有講有蛇，嘛有講有碰刺，有當時啊，哦，都有這代志。那你個反對黨啊，咧批評的時候，意思是講，咱北國的、北緯的這個電線啦，那咧動物走去的攏袂停電，是這個意思嗎？還是我老實講，咱無內行，唔知什麼意思。因為你確實若是因為動物走價，啊，去壓死掉，伊確實是會跳。哦，啊，這種所以不管你是倒一國嘅動物，攏共款啦。對。哦，這是這尤意思。其是咱台灣即馬對這種吼保護了真好，這種野生動物的量愈來愈多，哦，更加容易發生。桃園連續上7天10起嘅，這到底安怎解釋？若要講吼，有當時啊，像迄天因咧舊樹啊，阮曾經嘛有捌為着這舊樹啊吼。去互環保團體甲阮面甲真歹聽啦吼，算講，因為阮台電是算技術部門，阮一定會為着這供電的安全，甲這樹啊有妨害到的給鋸掉。但是鋸了傷過多，一丛樹啊煞變足歹看，人就開始批評啊，講哦，啊你安尼一丛樹啊甲鋸甲像咧剃光頭安尼，啊煞變做阮嘛。恁咧修理電的，啊你落來鋸樹啊？阮嘛愛鋸樹啊，因為伊迄樹啊。無叫因咧縣市的這公園路頂。因為伊迄樹啊，伊會犯着電線，啊犯着電線吼，你就愛家己鋸。嘿，阮都愛家己鋸。哦，所以這10起，桃園這10起的，攏毋是恁家己機組的問題，還是講？毋是，這毋是，這攏外線的問題。這攏外線的問題。現場到嘿，一定送到這個徛家的這個配線。啊，4月15號這個4個機組來跳電，這到底是啥物情形？你講觀眾朋友聽。4月15這擺這機組吼，若要講應該是講地動有影響啦吼。啊，不過影響了是怎會隔遐濟日代發生吼？對啊，但是即馬大家有小可理解啊。就花蓮迄棟厝吼，本來是小塊。迄陣是還佫無搭紅單，連紅單都無甲搭。結果佫搖一個，哇！就丟掉，是這個意思嗎？對，因為伊每一部機組吼，攏有伊的特性啊，吼。像迄擺地動了，大概有幾個兄團、兄氣的，伊只機組若有高爐的，伊就來考慮啥咧？考慮就講高爐這路講是毋是有準動走維護？高爐愛講互觀眾朋友聽，高爐就是鍋爐吼。鍋爐，吼，高爐啦。吼，啊內面這路講是毋是有準動有走維護？哦，有是毋是有走維護了？伊即馬來因為你這負載在行的時陣吼，伊即馬來受力，啊受力若愈大，伊有講會準動，伊會害，啊！但是如若講一定連去啊，到時害，伊有可能來會產生這個閉，規個閉去，閉去，也是裂掉，也是規個害掉。哦，啊，這問題是當時會發生，當下若無發生，會慢慢才發生。啊，有法度人去檢查着無？其實伊一卡高爐。啊，有人講啊，恁台電的人足笨蛋，你攏無咧巡啊，才會安尼。應該愛甲
主持人报告啦吼，唔是讲我这个时阵要开挂去检查过路，我就会当随开挂去检查，因为我正机器要启动伫遐咧运转吼，伊爱一个定时刻，啊嘛爱一个定时路。无小小腾腾你要入去。嘿嘿，吼啊，然后伊即摆若启动起了，你开始咧运转，咧送电啊。咁有讲为着讲，我怀疑有可能啥物故障，我就随便给停落。哦，这可能目前为止无人敢安尼做，因为每一只机组拢排遮多用户电在送电啊。凊彩停啦。无可能，啊，我若要停，有可能会影响到供电啊。所以我变做若要停会使，我就其他机组爱启动起。其他机组启动起了，我即只才会使摆落检修。啊，检修了，你看伊个高炉内面吼，有可能滚啊100公里会漏光。迄长度总加起来，因为伊一直弯一直细嘛。检查咧吼。嘿，你都爱去检查，你想，敢有可能讲地头检查到尾，有诶，有当时也是爱等下伊发生毛病，到我都人去查出。因为你安尼目色看袂到啦，伊咧伫遐壁甲壁芳，你较内底，你要怎看？所以有当时啊，阮曾经有发生破讲了，员工要留修理的时阵，阮规定拢伫遐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噻，上好伊离即个。破讲吼，美妙会点吼，离即个温柔的即个人行挂附近莫伤远。啊，若无食伊迄点啦，伤过压缩，嘿，伤过压缩，伤过歹修理，伊无法当第一时间修理好，阮嘛是无法当随。哇，这我讲一个比例啦吼，安尼毋知对毋对啦？咱咧赛车吼，有当伊水箱无水啦。对。人咧师傅就甲你讲，你毋通即阵时去开这引擎挂哦。对。你开这引擎挂，规个烟泡泡你会烧气会冲起来，是即个意思啦吼。但是吼，也真侪人也是咧讲啊，比如我刷来我要请教着咱牛院长吼，牛教授吼。即立法院的即个国民党的党团书记长吼，洪明凯，伊讲吼，你是因台电吼，甲迄停电的标准吼。对1分钟吼改做2分钟，所以吼小冰箱停电的次数吼要变低，敢安尼想？工会你较知影，结果是应该是安那。我是毋知有改变无啦吼，但是阮知影的是吼，阮这几年的即个保护措施哦做了真好。譬如讲，较早伫现场吼有迄保护套衫的无做到遐完全。所以，阮即马甲遐有诶足侪节点在，阮拢做起，因为阮诶电报条，阮诶几粒啊吼相关诶这设备吼，免不了有人业者会来用，吼，比如讲第4台啦，是其他诶啥物广告诶创啥，伊拢会来用。啊，使用阮无法当片面，但是即种会造成阮吼维修诶困难。吼，啊，较早个这动物遮侪，那安尼经过阮嘛会造成阮诶跳电，所以阮尾啊，阮拢有做几粒啊遮。防护措施啊，哦，算讲迄防护套啊，嘿，对，甚至这开关箱吼，阮嘛尽量做迄种迄全密闭式的。牛老师吼，我来看这啦吼，台电今年的配电事故吼，这是事故停电哦，吼，那事故停电吼，是对2012年开始算吼，本队吼2万瓦厝，即马来到6133。是，啊，咱拢讲一个较中性的话，刘老师，你认为台电有进步无？有啊，对配电来讲，其实你有听到吼？对配电来讲，伊降价吼，那当然是有进步啦。但是咱的问题唔是加配电的问题，咱是发电啊、输电的问题。啊，比一个咱这8年内底吼，啊大停电。主持人头拄讲的，2017年啊一届，2021年2届，2022年3月03搁一届，吼，这大规模的停电啊，啊这是安怎造成？大家咧关心咧，惊讲电无够是主要这个原因。配电这方面是有改善，但是台电即摆问题，唔是甲配电有改善，但是即摆。桃园遮出代志啊！吼，我建议讲，这配电这方面也是有伊的问题。啊，但是咱即摆问题唔是讲配电，咱有输电方面的问题，有发电方面的问题。顶届咱即摆讲的，这4届大停电，那迄个
政府的说法讲法啊，拢讲甲欠电无关系啦。哈，啊，事实上是有关系啦。按怎讲？2017年，迄阵啊是核能发电，嘿，因为核一厂的1号机甲核二厂的2号机啊，吼，那因为立法院批过，无爱互台电去报告，无爱互伊启动，啊，所以造成迄个核电厂啊，迄个发电量降低。这是2017年停电之前都已经有的现象。啊，大停电之前啊，就是讲迄个天然气的迄个开关啊，迄个马路咯哈，有问题吼，先甲关掉去后有问题。但是伫头前的一个头前啊，已经有停电后，嘿，你会记得迄阵啊吼，迄个即行政院叫遮一寡公务人员吼，中昼时啊，迄袂使开冷气啦，袂使开灯啦，走去外口去纳凉啦，吼，一礼拜的时间。迄时阵啊，就是因为和平电厂有问题，啊，迄个发电迄个输电塔有问题，所以造成的。老师，咱先停喺遮，我先替观众朋友小厘清一下。老师的意思是讲，迄阵时核能一抢二抢，因为迄阵时反对党也是民进党咧逼甲，吼咧背甲，所以袂当启动。是。啊，所以来用天然气的烧气的抢。迄阵啊会比较上也预算的燃量率啊，吼，无够。无够，这是一个原因啦，吼。啊，然后个人为的迄个错误哈，造成讲大停电，但是迄甲迄有关系哈。这迄甲迄有啥物关系？我是讲，被伊的比转无够，嘿，无够。啊，要加大比转用。啊对啊，你电无够用啊，迄阵啊2017年是加这个电的无够，啊，迄个大停电是甲迄有关系啦。2021年的5月17到5月13到5月17啦，迄阵啊会停电吼，甲水率因为水量吼雨水无够，然后水力的发电吼有问题，发电量无够，啊然后佫造成啦有一寡迄个523迄个有一寡人为的疏失啦，甲5月17吼已经。5月13已经过去啊，5月17以后啊，佫停电的原因，迄就是比算的应用率无够吼。你调电调袂来的意思？对，迄2021年吼，2022年可能主要是员工的迄个错误的问题吼。但是我爱讲的就是讲吼，他拄啊迄个秘书长咧讲即个代志吼，咱用看的吼。有一寡迄个问题看不出来，咱即摆问题就是欠电顺啊吼，啥物代志？就是讲咱即摆电厂要维修啊，迄个时间啊就缩短，都缩短啦。变讲原来爱几个月，啊即摆几礼拜就爱解决。啊，伫即款的情形下，有2种的情形会发生。第一，就是人为的错误呢，就会发生，吼，因为你赶工嘛。啊，第二呢，啊，就是讲。你检查要检收的税收的那个迄个规定啊，就做了无完整，做了无完成，无完整啦，迄无办法。必须感谢呢，无完整啊，因为本来爱几个月，啊，即马变几礼拜要解决，啊，当然有即款的问题。李老师，我要马上要问秘书长，敢是安尼无完整啊？时间来缩短啊，甲你压迫着、压缩着你的时间。各位报告啦吼，因为过去咱台电的发电量真侪，吼，曾经嘛有北方批评过，啊，因为这吼拢是成本的投资，哦，你会使搁加起一个电厂，加起2个电厂，去做优美的，这种会当袂下。啊，但是遐机器、甲遐设备、甲遐人拢爱钱哦。目前为止，这政府是无用阮安尼做吼。啊，目前拄则像这个梁教授在讲的吼，其实后壁讲的吼，我是真认同啦吼，因为阮大修的时间缩短，所以确实是有影响到阮这个毕竟检修的品质有可能吼，这阮也唔敢否认吼，但是。是毋是讲，因为都是安尼来引起到这个大停电？
大停电吼，我感觉这是爱讲者啦吼，因为有当时啊拄啊，但这爱斟酌，老师这敢有证据内面的人有提供你证据无？咱爱先讲啦吼，因为当初时吼，伊发生这故障的时吼，供电拄啊好也有伫线路伫维修，所以伊的负载会跨税会。啊，这部分吼，阮尾啊嘛有开始咧检讨，是毋是爱搁做新的这供电的路线？因为曾经吼，伫这100年的左右吼，民国100年左右迄阵因为阮台电亏损遮多，啊，所以迄阵的董事长应该是黄仲秋，伊就要求讲，安尼这部分的线路先卖做，哦啊，所以先停起，先停起。所以其实迄阵阮台电一定有编真侪预算，要来做新的一条供电的线路，啊，但是尾也停落，啊，佫有足侪迄应该维修的这个设备，迄个时阵拢希望讲安尼先卖完，啊，这造成尾啊，迄2-3年吼，有大量的这个设备维修甲跳电的这个情形啦吼。是。但是当初时这个决定是对毋对？当初时若以台电了钱的情形下，政府是认为伊安尼决定是对的。毋过10年后看，阮是感觉安尼是无妥当，因为啥？你若要供电稳定吼，你就是。女老师嘛，捌做过恁的董事呢。对，所以伊有了解吼。我毋得讲，若应该爱换的时间到你都爱换，应该爱大修你都爱大修。但是你若讲到啊513到514这个时间吼，是毋是一定台电都是欠电带来限电？应该安尼讲啦吼，因为如当下迄阵迄机组发生大事故，如一定是爱跳电。哦，啊，机组跳，你跳电了，一定爱部分的限电，这是为着系统的保护的安全，台电不得不安尼做，吼。但是所以要咱欠电是无啥像啊，爱先讲吼，因为若无以迄阵阮的备转容量，迄阵来讲是还佫有够，但是因为迄阵发生迄个大事故了之后，爱部分的限电，吼，这爱先解说清楚。但迄阵拄则咱梁教授尾啊咧讲的。因为咱这机组无遐多，所以都影响到这个大修的这个期限，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品质，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每一摆的机组大修，咱一定爱每一项目该做到什么程度，咱都爱偌侪时间，这是确定的。哦，啊，如若讲时间要给缩短，品质会当顾袂，这我都唔敢甲你讲啊，足晚。哦，这是正。所以我即马担心的就是讲吼，这款的经营是核能厂完全拢退场。拢处理以后，这个问题会越挂严重。咱即马吼要政府啊，要补这个电力的不足啊，电力需求咧在增加，啊，即马咧起的电厂啊，拢有问题。哦，所以台电的总经理讲，伊即马啥物人来做总经理啊，拢无办法解决的问题。起发电的部分、输电的部分、配电的部分，拢是问题。这个发电的问题也quá严重，这个严重就是讲，政府讲，叫一寡机组要处理，叫一寡机组要新建，啊，这新建的技术啊，拢无办法到位啦。这个是上大咱的来不及了哈，来不及。哎呀，你看这个情形，你就了解哦。不然，刘老师甲我教真济，点摆了后讲吼，这有诶拢袂付起，袂付起啊。对啊。但是秘书长也讲啊，讲我去到倒了强险啊，袂当去啊，甲我动啊。什么有问题？啊，政策是毋是爱改变？这是恁爱考虑的。哦，这确实问题是无用。你再生能源，吼，咱这电厂啊，爱完成，啊，这内底包括再生能源，哦，太阳光电啊，啊是风电啊，啊，这个进度，甲迄个进度实在进度啊，甲原来的目标，太阳光电的部分啊。落差30%，70%而已。那这个风电的部分是35%，所以呢，以后要起的这再生能源都要打折，袂使100%，安尼才对吼。是。啊，第二也怪要紧的，咱即马主要的要替代的迄个核电跟燃煤，主要的是爱燃气嘛，吼，再生能源以外燃气嘛。啊，燃气的部分呢，因为接收站。咱即马两个这个天然气接收站，3接，已经这个1接跟2接就是永安跟台中啊，它的设备利用率啊不是100%哦，设备利用率是使用率啊121%啊，所以你将来啊，
迄个燃气部分要最起码40%，要增加到50%的占比哈。那一定要有接收站，接收站3阶已经确定严格2.5年。那5阶呢，就是台中那个确定了，因为环评了，6年前规划到现在还没有过。那这个4阶呢，协和那边6年前规划2027要上来的，6年还没有过。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在政府啊，3阶的部分如果完工，咱的迄个这内底今年照办法供气的是大潭的高火机，加大潭的新7号机，加起来是200万千瓦，这个部分呢是不可能上来，但是政府把它摆在这里。那接着这个要严格2.5年哦，那但是呢，所以到2027再上来哦，按电呢。5阶的部分每年都会上来，那实际上也要严格6年嘛，还个严格5年，到2029，包括4阶也是在这之后。更麻烦的、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边有绿色的这个是什么？就是一些民间的天然气接收，发电厂。那这个呢，总共加起来接近500万千瓦哦。加金嘛，到底位置都会设。到底体会对得来，甚至还没有招标，都摆在这里，这些电厂都应该拿掉。那我现在只是把它严格1年，那结果我们发现，就是那个民间电厂严格1年，得到的结果是安尼，这是政府的结果哦。政府的结果就是讲，顶年甲今年被比算的容量率差不多5%左右，10%就是供电无虞哦。但是明年呢，都有10%以上，就是都有10%以上，10%以上的绿灯了，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你考虑在电厂，根本没办法完工。效兵啊，啦。对啊，这个出来的结果呢，今年是负的0.2哦，夏天还没到哦。那明年跟后年呢是2%左右，是红灯的边缘哦。这个大后年2027年是负的4.7哦。那2028年是0哦，是长期的限电危机哦。好，咱来随下请这个李局长，你对着这个牛老师讲的，因为这咱真熟悉啊。你感觉这个表吼，敢有真实？有真实，它反映着咱台电即摆目前的情景吗？我首先讲啊，的确就是王总经理。任何人来做这个位，实在是足歹做，因为像牛老师嘛有讲嘛，其实就是台电有规划这个咱电厂的建设的时间嘛。不过问您前几年就是炒就是疫情啦，疫情的影响咱太阳光就是离岸的风力这有影响，这有影响。不过即马你看最近的进度拢有起来啊，太阳光电就免讲啊，迄就是。真电拢比前几年较好，不过就是像牛老师讲的，咱有火力发电这个部分，确实有足侪环保的问题，咱爱社会去游说也是沟通啦。所以我感觉这的确有困难。不过我爱讲啦，台湾其实无欠电，我先来讲，去年咱的用电是比前年较少的，所以这是咱用电要用偌济问题啦吼。我头早主持人节目嘛有整理到这几年大事故停电的原因吼，阮台大的研究中心吼，阮有研究报告吼，阮有整理就是过去这几年发生大停电的原因吼，差不多有2个原因啦。其实头早秘书长也是牛老师，其实拢有讲到，第一就是因为设备旧的问题，所以爱换，问题这就是设备爱人修理嘛，所以这嘛有世代交替的问题，就是是毋是有新血入来，咱爱来训练，另外头先秘书长嘛有讲到啦，路管的问题，咱是毋是有新的科技，譬如 AI 来辅助咱的维修，所以我感觉这可能是台电嘛会使。考虑的所在啦，另外一个原因，其实牛老师头先嘛有讲啦，就是有一年就是咱有气候变迁嘛有风险哦，气候变迁2021大停电，
这就是气候变迁，这就是天然的，可能不过气候变迁可能天然甲人为拢有一丝啊啦。因为大家拢讲，因为咱排伤侪碳嘛，吼啊，所以会气候变迁，所以有气候变迁，不过会影响咱电哦。啊，像最近403就是停电，吼啊，这嘛是天然的，啊，这是安那？这是地动，吼，所以唔只有考察秘书长讲的，路讲会害，啊害就可能会害去还是别开，吼，所以这个设备有问题。秘书长，你他所讲的重点，第一就是讲有欠电无欠电是一个动态的模型。是。咱的用电以及台电的供电，吼，这两个拢是动态。对。咱如果若会当年啦，吼，以旧年比今年来讲，咱旧年是用电较少去，比前年、比主年用电较少，所以你会当预期讲，咱慢慢啊用电会降低。对。吼，安乃至到讲，可能供电会降，更较提升，是这个意思。对，就是吼，其实吼，像咱地动咱有影响嘛，像403就是其实伊就是因为地动影响发电，咱就是伊的需求。比咱发电较济，吼，所以咱就是爱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是讲，这就是一个供需，像你讲的动态的平衡啦。好，啊，若讲到动态，我来请教叶老师吼，叶老师，头一个啦，咱台湾人吼，因为秘书长也讲，昨下电话我甲伊讲真久，伊讲吼。啊，台湾就是独立的电网嘛，我都去人买嘛，吼，所以啊，伊也讲啊，即摆你要起价吼，电力电钱要起价吼，啊，咱拢靠外销啊，啊，如果若生理人的生产成本哦，搁踏悬哦，搁挨叫，对啊，所以因为头毛烧讲唔敢起伤悬，但是咱的电力是毋是世界不止啊低的所在？哦，咱的电的价小足低，咱伫全世界排名吼，拢伫上尾啊5名内底，足俗的。但是我来讲，咱今日的问题是讲，啊你电钱足俗的，但是台电即摆咧亏损对无？啊，而且亏损拢是几千亿安尼咧算的嘛，啊，所以你都要了解讲，啊是安那台电的亏损拢伫几千亿的即个规模，啊咱电是安那袂使起。啊，电袂使去，当然加政府的政策有关系嘛。因为有时阵台电明明算好讲，我后抓吼，可能都要起3成，啊才会使补起来。啊，但是跟这部一个命令下来吼，伊就甲你冻涨嘛。啊，你冻涨你就变台电家己爱去吸收嘛。啊，但是咱都爱个正视一个问题吼，就是讲2年前俄乌战争开始打了后，毋是咧。国际迄个天然气啊，迄个煤炭的价格拢起起来嘛。啊，所以因为咱的用电，咱即马国内用电吼，化石燃料的用电占80%以上。啊，所以其他的能源吼，包括核电啦，啊，甲再生能源啦，迄个比例拢足低。啊，即马你若是碰到战争吼，啊，迄个化石燃料的价起规个起起来，啊，你台电当然。规个支出成本拢嘛变高，啊，这是其中一个问题尔吼。即嘛是讲，战争若结束，啊，迄个燃料价格若慢慢落来，啊，可能这亏损都袂遐严重。但是咱毋当袂记哦，政府伊即嘛要甲迄个再生能源的比例提悬到20%，但是即嘛还无嘛，因为咱看旧年的数字，大概10%左右。但是我算过，旧年因为再生能源的使用，咱旧年。敢若台电吼，台电付出去的钱，互台电了255亿，就是因为伊都爱去甲迄再生能源发出来电，你都爱去买回来，买回来内底咧，风电一度都爱7块去买，太阳光电一度都爱5块去买。啊，即摆我头来讲，咱即摆才发电才10%哦，啊，你以后若真是来到20%，啊，你付出。成本是毋是愈来愈悬？而且这袂使调哦，因为你一开始甲人签就是签20年，这20年拢是这个计数，你无法度通去改变。所以
你若要改善台电一直亏损迄款状态，照你讲，你是毋是都要用迄发电成本较低的一种发电方式，对吧？咱拍开台电的官网来看，就知影什么发电方式成本上低，就核电啊，一度1块啊，你一度1块的电你无爱用啦，你即摆要去买再生能源啦，你即摆要去用迄个什么迄个。即马价小较悬的一寡化石能源，老师，这当然足贵啊！这毋是我家己的问题啦，我可能也替理事长来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讲，核能厂发电的成本1块，对，迄是按那外部的成本的，包括就讲找无这个储存厂啊，无人要滴啊，哦，大家都等来等去，不爱信啊，这是毋是成本？这要安怎处理啊？这成本咱拢已经我刚刚我送去挪威去啊，尔无要安怎？咱即摆有一个后端基金伫遐，台电只要是用核电发出来电卖出去，内底都要提出一部分落去迄个后端基金。最近你知影咱的后端基金，咱台迄个核能发电用超过40年嘛，后端基金即马无6000亿哦，4600亿啦，我规气甲迄数字拢甲你讲。所以咱咧考虑迄成本的时阵，核废的处理拢伫后端基金拢甲你算落去啊，所以。咱即马我头仔讲的1块是台电官网公布出来讲，我即马用个核能发电吼，我即马发一度电，我台电付出去的成本就是1块。那4600亿，4600亿够处理？4600亿按照美国的迄个处理的标准来看吼，一个核电厂估计大概1000亿左右就会使处理。哦，咱即马4个电厂，但是因为核四根本就无运转嘛，所以核四这部分咱会使免算。但是咱即摆3个电厂以后若要处理，就是要除以吼。你若无延役，我即摆讲的拢是无延役哦，无延役大概1000多亿了后，拢会使落处理嘛。但是你若核电厂落去延役吼，是迄个除役的成本一定会垫高嘛。但是无要紧，因为你即摆延役若是延役20年吼。你共款每一度电，你都要摕一部分落后端基金嘛，所以后端基金的规模会累积吼，会愈来愈多。就是应付讲，你即马电厂啦延役了后，你后摆要处理成本的变悬，变悬你就是用后端基金来支应嘛。所以我即摆的意思就是讲吼，你的能源政策，你要做能源转型，你要开发再生能源，我想大家拢支持，因为即摆世界的潮流就是讲。我要减碳啊，我要净零排碳啊，我若要净零排碳，我再生能源当然袂使放弃啊。但是你都要想讲，敢若再生能源不排碳尔？你即摆核能发电赶快不排碳啊！你要达到这净零碳排这款目标，你是不是多种能源你拢都要落考虑嘛？这道理真简单，这咱拢会当想。但是老师我其实刚问一个真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个内面咁要满出来，这个废料棒是要推塞啦。所以我有一届伫咱这个节目内底，我都讲过啊。你侯友宜伊即马互迄个干储厂迄个执照还未核准嘛？对啊，台电毋是去。加迄个新北市政府去拍官司，无拍官司也爱拍赢呢。台电即马拍赢呢。所以侯友宜就讲啊，我即马官司已经输去啊。所以你台电，你甲迄水保计划，佮甲送来我新北市政府，我新北市政府我随甲你转因啦，你就爱随开始用。所以偏仔帮伊乖乖要你去。一定互伊用啊，但是即马问题还未解决的原因是啥？台电无爱定送。伊即摆水保计划属于无爱定送，伊现在无爱定送，伊讲我进前送过，我想来都爱搁送一遍。新北市政府就讲，你送过我甲你退回啊，你退回了，我这两个是咧创啥？牛老师你就摇头咧。中央政府嘛，中央政府的政策是要缓和嘛。要废核嘛，这是主要的原因。但是这个绑底啊，总是爱处理吧。所以你一定来出面来处理啊！我即摆意思就是讲，你经济部吼，你即摆台电外送对无？但是不管我即摆不管啦，你看你要演绎啊，是要处理拢好啦。你即摆干储厂，你若无互伊用吼，你连处理都无多通做。所以你经济部是毋是都要出面叫台电你都要定上啊？这应该合理吧？是啊。
应该你认为呢？主席，你是讲啊？就是讲啊，你台电就要紧，人伊叫你搁送啊，你就搁送一摆啊。啊，就通好紧来处理，无连处理就无法度处理。咱的目标是毋是要处理？对，我感觉其实是安尼啦，就是咱这种譬如头先讲的核废料这处理的问题，也是讲发电电价问题，我感觉中央甲地方拢爱来合作。啊，政党吼爱看啊远的，就是为着咱的产业、咱的能源、电力的使用，大家爱来合作。像核废料这就是安尼嘛。啊，像像电力嘛是安尼。我讲一件代志，就是即马足侪咱的电拢是为南部送到北部啦。对。啊，问题你会看到足侪北部的县市长哦，伊就会批评咱的能源政策哦。啊，我意思是讲。你也真正欠电，你也感觉恁，譬如咱台北欠电，咱台北市长，咱爱负责，咱台北是毋是爱起电厂？所以我主要要讲的是讲，足侪代志，能源的代志，电力的代志，中央也是地方，大家拢爱有真正为百姓来设想啊！莫讲像电价即马，立法院嘛要带迄种新早的权力摕转去。所以我讲，足侪拢爱尊重专业啦，不止台电的员工啦，像足侪护理师有无？有的护理师毋是人病院，互病人，但嘛无尊重专业吼。对啊，我感觉是安尼啦。讲到尊重专业吼，我要先请教着秘书长啦。这吼台电吼，咱这一厝电力无够的时阵，12块。甲买了绿电嘛，吼，啊，但是呢，夏季的用电的高峰还未够哦，吼，我昨下用这个问题问你，到底今年的热天吼，会亲像牛教授安尼讲，会停电会欠电未？甲主持人先解说一下啦，是，买12块的电吼，毋是绿电啦，吼，买12块的电是因为吼，阮本地按算讲，譬如讲要起10间电厂。有够通用，啊，结果因为即阵用电量吼，到9间电厂，吼，啊，结果我伫遐成本算的，安尼我起10间就够啊，啊，起10间就够啊。如果若万不用无够咧，无够啊，咱譬如讲啊，拜托一间工厂，还是拜托一间工厂讲啊，咱就免你是毋是这个时间，你这个时间莫甲用电，还是电甲用较少的，啊，这部分的损失咧。我补贴你，哦，啊，计数偌济，有可能8块补贴你，10块补贴你，啊，这种的成本吼，会两边的交易算起，会比你起一间新的电厂搁较俗。哦，所以阮会安尼做，吼，啊，但是都有人要讲啊，啊，你都电厂搁加起一间啊，加起2间啊，都会使啊。基础电较俗啊。哦，都像咱拄则大个讲的，梁教授讲的，这个接收站无起起。你要怎去设遮侪基础？哦，啊，都像咱拄则这个叶教授在讲的，是毋是河南来当做选项？这就看执政党甲在野党要怎去讨论。哦，因为阮台电是人交代阮来办事，但讲较白，今日如若讲，买这个电，买这个12块的电，数量真正有人有意见。其实如应该爱叫生意人出来讲。那今日是这个场，这个公司是伊咧换。这生意人伊是毋是安尼做？伊绝对会安尼做，因为啥？成本考量嘛。吼，啊，另外就是，如果今日我来讲，伊嘛画这个价嘛。伊嘛是画这个价，因为伊感觉讲，我市政的大哥，吼厝的5个人买一只小汽车就好，我市政还佫加买一只轿车。是。吼，啊，佫来，今日市政会行到讲这个程度，讲，厝内有可能电力无啥够，因为拄啊互基础高涨，啊，到热天是毋是电力无够？哈，其实阮即阵的基础，阮也食拢在大修。哦，有诶到4个队，有诶到5个，有诶到上班到6个吹就总队啊。遐若个队有够电无？有够啦。啊，但是有一个情形嘛会无够啊。如若国基础国家大故障，哦，比如讲即阵诶这地动到迄阵哪个，这就歹讲啊。我毋敢甲你打包票，毋过阮今来当讲，即几年阮遮员工吼所做不管基础维护、线路维护，其实阮是做了真袂歹。啊，真袂歹，各种愈降低。当然嘛，就话肯定一个，谢谢啦，感谢你。但是我赞成哈，
再来讲，做咧欠电时啊，你12块啊，更较贵啊。会使，你停电的损失更较大啦，吼。啊，但是吼，这个量还是有限啦。过去甲今嘛来讲吼，差不多100万千瓦啊，100万千瓦左右，要搁增加有困难啦。哦，主要就是讲，搁买嘛，无地买啊。所以你欠电就欠电啦，哦，你搁再借钱嘛买无啦。无啊，但是伊讲今年夏季应该是袂欠电。今年夏季你看就好啦，吼。这电厂那种问题哈，啊，退休的机组那么多哈，大概有接近400万千瓦左右啊，到500万千瓦要退休，新建的机组都有问题啊，哦，他都我你讲的，迄个问题确实存在哈。是。第二，都我你讲，北部啊，歪起电厂啊，所以你拢爱南部来上电。啊，实际上北部你了解，咱的能源政策就是要汇合嘛。啊，北部本来有核一厂、有核二厂、有核四厂，加起来有600万千瓦哦。是咱即卖先锋负载15%哦，那加拢外用，啊外用结果呢，即卖要搁起这燃气电厂有问题，那造成呢即卖伫淡水河以东，包括大台北、基隆、宜兰这边，只有一个电厂啊，和平电厂，所以呢，啊即卖连和平电厂都把地档挂掉，即卖修理啦吼。但是呢，咱即卖北部的情形偌严重呢，咱即卖拢爱靠中南部送电上来，已经超过420万千瓦的迄个可靠的输电能力。意思是什么？你如果有两条回路345 kV 的这个超高压输电线有问题的话，就大停电了。北部大停电。这技术敢有通解决？技术咯，如若讲线路搁要牵新的，爱搁开钱呀。无搁开钱紧牵啊，无咧停电，我听到停电就大家就安尼跳起来。这成本足悬的吼，这也几千亿。比起一个电厂搁较贵吗？台电吼，以前几年前吼，伊只可靠输电能力才300万千瓦，北东电网，今麦已经420万千瓦，但是今麦也缺电的情况，今年的夏天就超过420万。啊，那开一条新线，讲比起一个电厂搁较贵哦。嘿，啊，但阮即阵吼协和。台北部遮协和电厂真也要更新啦吼。其实阮是希望吼，会付起啊，袂付起啊。那顺利是会付啦，但是因为这个当地的百姓吼，甲当地政治人物是目前是有一部分的无相像的意见。你讲到这，我就头摸笑。大潭，阮即马新机组嘛继续在做啊。如果若照时间表来看是可以啊，但是咱都知影，即阵欠工。敢若阮记者来讲，因敢若臭头鸟厝的。嘿，真欠工吼，大位都在装吼，阮嘛无一定100%讲绝对时间来完工啊。但是总讲一句，机组爱互阮装，接收站嘛爱互阮做。对，接收站。我先互叶老师就插嘴者。你即摆的问题就是讲，咱也是搁倒来讲北部好啊。因为北部头啦，秘书长有讲啊，因为北部的基础还搁咧起嘛。伊阵啊经济部来旧年就讲啊，讲大潭8号机旧年6月要上线啦。今年有啥呢？今年有大潭新7号甲大潭9号机吧，头拄梁老师已经有讲起来嘛。但问题即摆无人敢讲大潭新7号机甲大潭9号机到底是今年什么时阵才会再上线啦？因为我甲你讲吼。大潭8号机本来经济部讲旧年6月要上线的吼，甲即马拢还袂上传，伊即马拢还搁伫测试运转啦，伊有发电无毋对啦，但是还袂正式上传啦。所以，敢若除了头拄啊，迄个梁老师讲的天然气的接收站还袂起好，你即马连迄个新的电厂啊，新的电厂连什么时阵起好，还搁无人知影。所以头拄啊，主持人问讲，今年热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你敢若看旧年吼？旧年本来咱预期讲，旧年供电会吃紧，结果旧年啥那无欠电咧咋？因为咱旧年经济不景气，创14年新低的经济成长率，结果旧年减用60亿的电，减用60亿的电，你加准你比它
减60亿，今年会搁减60亿无可能嘛？因为今年主计总处已经甲咱讲啊，今年经济成长率超过3.5%，啊，你若3.5%落去，你今年用电量一定比去年搁较多。这嘛是动态内面估计内面一个啦。对，无唔对，所以咱即摆咧讲，啊，你台湾到底有欠电？你莫讲别项啦，你敢若等于415迄天去看就知影嘛。你看10台迄个抽蓄水利拢启动，啊，搁有啥物？啊，搁2个核电厂内底紧急气涡轮发电机4台嘛拢启动出来用啊，啊，搁台中火力电厂内底原来有气涡轮机，共款拢启动来用，无够了，搁叫啥？台积电甲日月光啦，拜托恁厂内底迄个紧急用的柴油发电机，原来迅速落来发电啦。所以你讲台湾无欠电，我甲你讲啊，动态的情形来看。你甲热天你就是欠电嘛？但是我的怀疑是安尼吼，这个刀枪吼看起来拢一切拢是反骨，拢是反迄个错啊。但是我咧看这内面哦，你这个原因是坎坎切切哦吼。头一个讲，咱有可能讲好啦，拜托诶，咱今仔咱一年的时间，咱拢卖来完这，咱就好好啊，互台电好好啊做代志，啊，大家吼该起的紧来起，安尼，敢有可能安尼吼？啊吼，再生能源啊，紧加油。理事长，我讲一句啦吼，咱台湾吼无欠电吼，台湾欠啥？欠再生能源的电吼，所以即马电拢有台积电买掉啊，吼，这第一个，第二，吼，台湾吼莫讲啥物贵，还是俗的电，台湾是欠合理的电价。今年起电价，平均测电价3.45，这。全世界头前加啦，所以我讲，吼，真诶，吼，咱爱合理的电价，咱爱支持台电，吼。无，理事长，你头讲一个重点，就是绿电吼，赔性命落去发电，但是因为台积电伊必须爱用绿电，是，伊若其他的有排碳的、排碳的，伊就袂使用，吼，因为伊有这个。要符合国际规划，是，更加久的代志啦。RE100是无承认核电的，嘿，RE100不承认。啊，所以无世界啦，排碳呢当然是核电不排碳嘛，你碳有没有排就是啊，它没有排碳嘛。RE100无承认核电呐。就是RE100不是关键呐，你即摆就是要零排碳呐，你零排碳那就一定来RE100来零排碳对吧？国际企业 ESG 安尼啦哈，产业链的要求，啊，咱的国家的要求，对国际的承诺是减排，是要零碳。刘老师，你也做过台电的董事啦吼，啊，在这个你这过去的老董事吼，你讲一句，咱。台湾吼，包括立法委员也好，政治人物也好，敢有通讲，哇，咱今年吼，大家收兵，吼，好好来一个问题来解决。那是安尼这个情形之下，你认为台电即马目前应该先创什么代志，或者是讲，互台电先创什么代志？基本上，台电员工、台电的这主管，我真佩服啦。哈。伫逐工吼，我咧讲的即个欠电的情形，本来都爱出代志的情形，当无停电，吼，也是讲停电的迄个次数减少，无简单啦。包括头拄仔你讲的，包括发电、输电、配电都有问题。安尼行这8年哦，咱咧行钢索的，会当安尼行过哦，阮大家拢真佩服，讲台电遮人足无简单的啦。但是咱要了解。逐工咧行这个钢索一定会拔落来，这个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台电嘛撑不过去。对台电来，咱拢互台电，安怎帮忙台电？上要紧的就是讲你的政策，首先无啦，老师，我是你讲，因为政策哦，你要叫伊马上改哦，真困难。我讲，咱就想要替伊解决问题嘛，吼。对啊。这个伊无办法处理啊，这政府的。高电决定的政策啊，伊无办法影响啊，所以只好接受啊。你欠电就欠电啊，核电坏世界呢，32个核电的国家，大家拢要过发电核能发电啊。所以这该有干那一项该核电啊，你吗？上要紧的就是讲啊，你电源啊爱分分散，拢爱分散，并不是讲大项一项能源就是上好，再生能源上好，大项拢唔好。
无迄个代志嘛，你无稳定嘛，对不？啊，伊贵嘛，对不？即款的问题你都要配合啊，吼。啊，唔才是，这是一个理想的组合。叶老师，头拄主持人讲一年啦，你讲一年的时间，咱会使叫台电做啥物代志？台电即摆的问题，咱刚才看即届桃园停几啊工，你就知影。台电了后出来讲啥？伊讲吼，来区域内底的缆线路啊，甲迄个变压器啊，收过老旧啦，收过老旧，所以伊即摆伊个。415哈，415迄讲个限电危机一发生吼，啊伊个用迄个降压供电吼，对这种老旧的线路甲迄个变压器，足凶的，就是足凶的。所以你有发现着无？403大地动了后，连锁啊，一直调你啊。10天内底拢无代志的，啊是安那变4月15迄天限电危机了，隔2天开始连续几啊天停电。啊，你唔是限电危机，刚你用了降压供电了，迄区域的系统拢受到影响，了后一天才开始出现，所以这。